家好，我係蔡偉雄，我係一個古三式玄學風水師傅。單身嘅你最近有冇認識到新朋友呢？咁唔知道對方會唔會中意你？有冇一啲簡單嘅方法可以睇到大家 chemistry 呢？當然有啦。其實我喺2021年已經開始喺網上平台公開教大家點樣用手提電話去睇吉凶㗎啦，而且呢個命中率仲非常之高添。今次我會 extend 個 knowledge 破天荒，簡單教大家點樣用手提電話做一個配對嘅。好，方法係咧，首先將自己嘅手提電話 number 連埋地區字頭852，所有數字加埋一齊，然後除9。如果有整數就攞整數，如果有餘數就攞餘數。之後用同一樣個方法去計算對方嘅手提電話號碼，然後我哋就將兩個數目咧就作出比較嘅。如果你電話號碼計算之後得出整數或者餘數有1號嘅話，而對方計算之後得出整數或者餘數有6號或者7號，咁對方對你幾好，而且又可以幫到你，咁有一個好嘅開始添。咁如果對方計算之後咧有2號、5號或者8號嘅話咧，咁你就要小心俾對方利用啦，或者對方咧有機會嚟揾你笨啊，甚至咧令你情緒不安啊。咁其他組合咧就屬於咧普普通通啦。如果你電話號碼計算之後得出整數或者餘數有2號、5號或者8號，而對方計算之後得出9號嘅話咧，咁對方咧對你好，又可以幫到你，而且發展速度咧都比較快添。咁如果對方計算之後得出3號或者4號，咁你就要小心咧俾對方利用啦，或者對方有機會嚟揾你笨，甚至咧反目收場添，仲要咧喺後邊講你是非啊。咁其他組合咧就屬於普通啦。當然我冇你哋嘅出生資料，配對方面咧未能夠做到完美嘅狀態嘅，但係用呢個簡單直接嘅方法去計算咧，至少有30% 嘅準程度㗎啦。咁如果你唔好彩做咗好多次配對之後咧，都唔係太理想咧，咁其實可以喺吉日吉時咧擺放我所新設計嘅粉紅蝴蝶水晶幸運吊飾嗰度，到你嘅手提電話上面就可以咧有效咁樣提升翻你嘅人緣運啦。上一集講到用自己同對方嘅手提電話做出一個配對，咁其實咧同一個道理，我哋都可以用自己嘅手提電話咧睇下同同事夾唔夾嘅喎。咁今集咧我哋就講埋其他號碼嘅配對啊。如果你嘅電話號碼計算之後得出整數或者餘數有3號或者4號，而對方計算之後咧得出個整數或者餘數有1號嘅話咧，對方對你幾好喎，而且咧大家仲有商有量添。咁如果對方計算之後咧有6號或者7號嘅話咧，你就要小心少少俾對方揾笨啦，甚至有機會有嚴重嘅爭執啊，而且大家咧關係咧比較冷淡啊，你講東佢講西，勉強冇幸福啊。咁其他嘅組合咧就屬於普普通通啦。如果你嘅電話號碼計算之後有6號或者7號，而對方計算之後咧有2號或者5號或者8號嘅話咧，咁啊對方咧對你幾好喎，而且咧有利你嘅財運啊。咁如果對方計算之後有3號、4號或者9號嘅話咧，咁你就要小心咧俾對方揾笨啦，甚至有嚴重嘅爭執喎，而且咧最好避免有金錢上面嘅關係啊。咁啊其他組合咧就屬於一般般啦。如果你電話號碼計算之後有9號啦，而對方計算之後咧有3號或者4號咧，咁對方對你幾好，尤其是喺金錢上面啦，可能係你嘅貴人添啊。咁如果咧對方計算之後咧有1號、6號或者7號嘅話咧，咁咧大家就要小心咧，可能有水火不容嘅情況出現啦，甚至有嚴重爭執啊。最好咧避免有金錢上面嘅關係啦。咁其他組合咧就屬於一般般啦。咁當然啦，我冇你哋嘅出生資料，配對方面咧未能夠做到完美嘅狀態嘅。但係咧用呢個最簡單直接嘅方法咧，最少有30% 嘅命中率㗎啦。咁如果唔好彩你做咗好多次配對之後咧，都唔係太理想啦。咁我哋可以咧就喺吉日吉時咧擺放我所新設計嘅粉紅蝴蝶水晶幸運吊飾喺你嘅手提電話上面，就可以提升翻你嘅人緣運㗎啦。今日我會用奇門遁甲配合個人嘅農曆出生年份，教大家睇一下一棟大廈裏邊邊一層同埋邊一個門號適唔適合你住。咁首先將農曆出生年份加宇宙數55，再加埋而家大家住緊嘅樓層啦。如果你係住獨立屋嘅話咧，咁就加門牌就可以啦。然後就除8，如果有餘數就攞餘數，如果除完之後係整數就再除8，直至見到有餘數1至到8號為止。咁計好之後咧，我哋就可以睇睇奇門遁甲8門嘅對應啦。如果得到餘數1號嘅朋友咧，就屬於8門嘅開門。開門咧喺奇門遁甲裏邊係一個大吉門嚟㗎，咁有利於工作啦、創業啦、求官職嘅運程嘅。得到餘數2號嘅朋友就屬於幽門啊。幽門咧喺奇門遁甲裏邊咧係一個大吉門嚟㗎，
咁幽門咧有利於婚姻嫁娶啦、遠行啦、退休生活啦，而且多貴人幫助添。但係如果你仲要喺工作上拼搏嘅話咧，咁就未必太適合啦，因為佢會減低你嘅奮鬥心㗎。得到餘數3號嘅朋友咧就屬於生門，生門喺奇門遁甲裏邊咧係屬於一個大吉門嚟㗎，咁代表咧錢財同生氣啦，有利於生意同錢財嘅運程㗎，咁甚至新婚夫婦咧能夠添丁添和。得到4號嘅朋友咧就屬於雙門啦，雙門咧係奇門遁甲裏邊咧係屬於一個空門嚟嘅，咁代表受傷啦、破財嘅意思。但如果咧你做嘅工作咧係屬於運動比賽啊、賭博啊、警察啊、收數啦，咁反而咧就好好喎。否則就要小心咧，身體容易受傷啊！做任何決定都好咧，都要保守一啲啊！假若你而家住緊嘅樓層咧，屬於一個唔理想嘅配對啦，或者你想再提升一下運氣啦，除咗可以用風水陣法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喺吉日吉時喺手機擺放我所設計嘅元寶太陽骨幹水晶幸運吊飾，可以提升翻工作同財運，同時可以減低意外災傷嘅。喺下一集我哋會講埋剩餘嘅4個奇門數字5至8號嘅。今日我會用奇門遁甲配合個人嘅出生年份，教大家睇一下一棟大廈裏邊邊一層同埋邊一個房號會適唔適合你住。首先將農曆出生年份加宇宙數55，再加你而家住緊屋嘅樓層。如果你係住獨立屋冇樓層嘅話咧，就可以加你屋企嘅門牌號碼，然後再除8。如果有餘數就攞餘數。如果除完之後係整數，就再除多次8，直至見到有餘數1至8為止。計好之後，我哋就睇睇同奇門遁甲8門嘅對應。如果得到餘數5號嘅朋友咧，就屬於道門。道門喺奇門裏邊咧係一道空門嚟嘅。咁一般嚟講就係指多阻滯嘢發生。但如果你做嘅工作咧係同 back office 啊、分析啊、研究啊、補習有關嘅話咧，咁反而咧就唔算太差。得到餘數6號嘅朋友就屬於景門。景門喺奇門遁甲裏邊咧係屬於一個半吉凶嘅門嚟嘅。景門咧對於做 IT 啊、網上業務啊、股票投資啊或者係電視啊、演藝行業咧特別有利㗎。得到餘數7號嘅朋友就屬於死門。死門喺奇門遁甲裏邊咧係一個空門嚟嘅。一般嚟講係指運氣不佳啦、不愉快啦、凡事唔喐啦、家宅運氣低啦，甚至容易會招陰添。但如果你做嘅工作同宗教、殯儀、紙紮、香燭，甚至係古董有關嘅話咧，反而 OK 喎。咁最後得到餘數8號嘅朋友就屬於經門啊。經門喺奇門遁甲裏邊咧係屬於一個空門嚟嘅。一般嚟講咧係指是非爭鬥多啦，甚至有官非添。咁但係如果你做嘅工作同法律啦、歌星啊，甚至以口為業嘅工作，反而咧就好好。假若你而家住緊嘅樓層係屬於一個唔理想嘅配對，除咗可以用風水陣法去提升運氣之外，亦可以用吉日吉時喺手機擺放我所設計嘅元寶太陽骨幹水晶幸運吊飾，提升一下運氣嘅，同時亦都可以減低一啲意外災傷添嘅。自古以嚟，文昌星主管學業啦、科舉、功名、升職嘅運程嘅。近幾年經濟環境比較困難，競爭又好大，咁樣點樣可以保住我哋嘅飯碗呢？同時間家長亦好擔心小朋友升學嘅問題，咁點樣可以提升佢哋嘅思考同埋學習能力呢？除咗文昌星之外，貴人幫忙亦都好重要。我而家咧教大家咧點樣用簡單個方法提升一下文昌同埋貴人運嘅。如果你係4字或者5字埋尾出生年份嘅朋友，例如1984年、1985年，又或者1994年或者1995年咧，你可以着多一啲紅色或者紫色嘅衫提升文昌運嘅。女士可以佩戴紅寶石啦，而男士咧可以佩戴紅色手錶帶或者係紫色領呔咧去提升你哋嘅文昌運嘅。咁如果你想提升貴人運，應該戴啲咩顏色會好啲呢？如果你係2字或者3字埋尾出生年份嘅朋友，例如1982年、1983年或者係1992年或者係1993年嘅話咧，你可以着多少少藍色或者黑色嘅衫去提升你嘅貴人運嘅。女士亦可以佩戴藍寶石啦，而男士咧可以用黑色手錶帶啦，或者係藍色嘅領呔咧去提升你哋嘅貴人運嘅。其餘出生年份嘅朋友咧，可以參考畫面上面嘅文昌貴人表嘅。另外，我哋可以喺今年嘅東北文昌位啦，或者係東南嘅喜慶位啦，擺放我哋工作嘅履歷表啦、工作證，或者係小朋友嘅書包、筆袋，去吸收一啲正能量俾自己嘅隨身物品上面，去提高自己嘅運氣嘅。大家亦可以喺吉時咧擺放我所設計嘅文昌吊飾啦，喺以上2個吉位嗰度嘅，同樣可以提升咧文昌同埋貴人運嘅。咁希望呢啲少少嘅 tips 可以幫到大家提升運氣啦。